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3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卫生局甲警察局相互举办毒品检验启航，打造无毒台南联合记者会，展示新型的毒品检验仪。未来这套机器正式启用之后，会当协助第一线的执法人员提供快速又个机动的毒品检验，成为打击毒品真大助力。卫生局的操作人员将毒品放在检验营顶面，透过光谱比对的原理，无到10秒钟，马上就检验出毒品的种类。为了进一步解决毒品泛滥的问题，台南市政府进行跨局处毒品检验合作，希望透过卫生局检验专业，结合警察人员英勇的执法，联手打击毒品问题。记者会上由卫生局长陈仪将拉曼毒品分析仪转交予警察局长周佑伟，向前展开2个局处的合作事务。如何有效地查缉毒品？最重要的是检验机制要能够流畅，而且能够迅速。我们觉得其实很感谢卫生局跟警察局的跨局处合作，让台南市成为全台湾第一个，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能够由直辖市地方政府能够执行毒品检验，而且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检验中心。那更感谢卫福部他们的认证，让台南市在检验的水准方面能够超前很多步。那我们觉得其实这一方面建立了检验的机制跟能量，另一方面也宣示了我们打击毒品的决心跟信心。为提升检验人员的专业，强化检验品质，台南市政府运用市预算购买各种新型精密检验仪器，提供更加精准的检验数据。建构具有国家级规模的实验室设备，同时嘛扩大检验业务，加强甲市府各局处合作机会，共同打击毒品泛滥的问题，目标营造大台南成为零毒品的健康幸福城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天狗日疫情到23号已经有15例，其中巴克利公园目前被市府封闭2礼拜，进行喷药防治。另外，水漂温仔公园嘛因为传出严重的积水，恐惊会滋生病危网。议员林美燕也紧急会勘，要求市府马上改善。开3000万中心整修的南区水平公园，最近大雨以后造成真侪所在积水，甚至有积水所在已经生出一大片青池。虽然烦恼已经积足久，将是市邦的上大温床。特别现在天狗日流行的高峰期，议员林美燕会同公务、环保甲卫生等相关局处来勘查，嘛发现公园的水沟面拢全涂沙。而且拍开高挂就有网虫、赢杯，公场要求卫生局到医预防，环保局加强水沟清扫的工作，以及教育局来积极解决公园内积水问题。我们有看到这个水平那边有很多的地方因为下雨来积水，有没有在第一时间能够排泄出去？所以就是我们的公务局这边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这1-2天赶快把水就是把它处理掉。等下我们就马上处理。马上处理掉。还有一些你该填的时候再填。对。该修缮的修缮，因为凹凹凸凸，有些地方也已经就是连手砖变成凹凹凸凸了，民众那边走路也是很危险，会踢到，会跌倒。所以这边希望说公务局在这1-2天赶快把它处理掉。这边的积水问题是有一些是比较低洼的部分我们这2天会用回填土部分把它回填，然后有积水的部分我们大概还没有渗下去的部分我们会赶快把它扫掉，然后如果积水比较多会用投药的方式，我们会加强来巡查。水平公园向中央争取3000万进行步道加排水等相关的基础建设。伫5月完工以后，现在一开放，就有民众看见积水，不过民众的观感拢无好。
干部局表示，虽然绿地提供实在所需要的水量，降低人工压水的开销，不过比重不足的就是落大雨会有积水。不过相信伫加强透水的材质加补涂，会当避免天高这个威胁。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日前连续落大雨以后，民众担心社区内有积水容器无被发现，惊再次发生4冬前天狗咧大流行，造成200多人死亡的遗憾。所以文南里长决定举办主成员轻度的比赛，除了结合社区的志工总动员摒扫，嘛共同执行家家户户的天狗咧宣导。根据统计，南区湾里地区23号各新增加一个天狗热病例，嘛，互本南社区发起找网虫的比赛，更较有意义。会中伫里长的号召之下，包括阿洲参与学校的师生、路易赛主会以及卖厝的业者等职工，拢总动员来顺头看买，一路伫里内大家适项宣传。呼吁里民注意看厝内外，感受积水勇气，会产生病媒网的威胁。我拜托大家，厝内有积水的所在，有登革热的所在，一定要特别注意。拜托大家一定要帮忙，一定要协助。外面如果有积水的，即摆现在讲落雨，外口咧有瓶瓶罐罐拢会积水，所以拜托大家来帮忙。为着咱的身体健康，请大家斗下手。文南里里长陈清泉，祝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平安，拜托拜托。确实，一路上包括饮料被乌白等候滴水，甚至废弃的车轮嘛拢规个水。志工以倒掉清理，虽然是分队来比赛找网虫，不过重点是自清的宣传加行动力，互民众降低网的威胁。看到很多积水容器，就包括放在角落的。这些可能都是平常日常上没有去注意到的，那可能就要多留意这些细节，像那种盆栽也是。所以我觉得这次出来是一个不错的行动，可能你没有去捡，那它可能就会滋生出来，那可能就会有更多人遇害。登革热部分爱靠大家来，大家斗争斗拼啦。因为呢，咱要加一寡常识，因为即摆今仔日下早透早南区区长遐有讲换伊搁一个啊，所以呢，阮就是今仔动用咱一寡义工一寡咱的学校的学生搁医院单位来帮忙。登革热部分一定要注意，因为定着了呢，一定算定，搁几点，搁发烧。为了守护文南里面的健康，无允准有任何病媒网的产生，里长带志工总动员，虽然无公权力开单，只希望里面拢动起来摒扫。消灭登革热，保护文南，保护文南，大家动起来！大家动起来！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休困者马上倒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人爱读册。今年在为中英大学文创学堂应届毕业的李曼华，参加德国第11届国际玻璃雕塑展的证件，得到入选的资格。8月份将前往德国进行后一个阶段的评选。非常难得的是，李曼华是台湾第一位以着大学生身份参赛创作者，又是这届台湾唯一入选的艺术家。少年艺术家李曼华，去年搁伫咧中央大学文创学堂就读时，就将 The Mountain of Formosa 台湾玉山投进德国第11届国际玻璃雕塑展，顺利通过初选阶段。今年8月将前往德国
进行后一个阶段的评选。难得的是，李曼华是台湾第一位以大学生身份参赛就通过初选的少年艺术家，而且伊的指导老师吴宗宪嘛是前2届台湾唯一入选的艺术家，师徒2人共识伫咧国际上发光发热。整座是以玉山为主题下去做发想，那玉山是台湾的第一高山。那会想要做这件作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对大自然很喜欢，所以就跟玻璃工艺做一个结合。那每一座都是自己亲手烧制，是用跟老师学习多层次玻璃的多层次烧法下去做制作的。我们这个多层次的烧法，就是它的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把图案烧在里面的。它的难度是在于，你今天如果做不好了、烧不好了、失败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它，因为它已经包在里，图案都是包覆在里面的。李曼华表示，因为高中时期就对美术有兴趣，进入中原大学就读后，受到吴宗宪老师的指导，开始对玻璃创作产生热情甲想法。对着这次以学生的身份到国际上参赛，感觉非常荣幸，嘛真欢喜台湾的创作会当被全世界看到。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为了让社区各式的棒球队会当得到参加比赛，同时带动安平地区的观光，安平区公所这几年来连续举办安平剑赛杯棒球比赛。今年不但扩大举办，而且搁第一届增加各种的队伍，和参赛队伍达到18队，而且比赛期间搁结合当地店家做优惠，要互来自全台选手也会当趁机会享受安平的观光甲美食。这几年由安平区公所甲万事垒球协会共同举办的安平剑赛杯社区棒球赛，已经成为台南知名的社区棒球赛事之一。今年也拄好伫 U12世界少棒赛期间举行，希望互更较侪民众做伙来欣赏比赛，将台南的社区棒球推广到全世界，同时也互安平互更较侪人看到。大家一定知道，我们在台南现在也有一个 U12的，我们那个叫做世界少棒锦标赛。那为什么我们也是在这个时候办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棒球？因为我们这个是社区棒球，我们觉得要走向国际，一定要深耕社区，所以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社区的一个交易联谊，让我们的棒球文化可以一直的延续下去。这届也将比赛规模扩大，参赛队伍首次增加了各种的6支队伍，同时地区的侪店家也配合比赛推出优惠，只要拍卡就会使得到侪的好康。知名的棒球便当，这届嘛会使直接伫安平就买得到。今年变成18队，增加了6队，是有国中的学生，因为他们都一直希望，从第2届开始都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增加那个队数。那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增加。那今年也因为局长大力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再把他们加进来。再来就是便当，大家都知道我们有特色的棒球便当。那以往我们都是跟学校合作，那我们今年第一次跟店家合作，那也希望可以透过店家的合作，以后你们来买便当可以直接在跟店家买。今年是我们所有的店家参与我们数量是最多的，然后也扩大让民众。不只是球员来到这边的游客也好，家长也好，只要你们跟我们的剑师打卡拍照，那我们就到店家去就会有优惠，这也无形中也刺激了我们安平老街的一些经济。这届比赛将要伫8月2号到4号伫安平的文中、文小、海事顶棒球场登场。主办单位也邀请全国的民众做伙来为选手加油，同时享受台南甲安平的在地文化。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福冈县南台北院22号暗时举办小菩萨学堂结业典礼，总共有150位大小朋友参加。现场大家做伙跳着亲子互动舞蹈，热闹又个温馨。小学堂上大目标就是要促进幼童人际关系互动，以及培养儿童自卑识和感恩的美德，推动星云大师所提倡的3好运动。互囡仔自细汉建立甲人为善、众善如流的观念。伫结业典礼当中，嘛颁发真侪奖项，包括全勤精进奖、般若奖以及菩提奖等，总共有47位学童得奖。咱
南台北院举办佛光小菩萨第1期的结业典礼。那从5月份开始到目前为止，为期3个月，也让我们家长陪伴小孩子，共同在这一个善美的环境里面，共同互相的成长。也借此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建立一个三好善美的家庭，也就是我们星云大师一直在秉持鼓励大家建立一个三好的人生，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那借由佛光小菩萨上下扎根，然后借由家长共同的护佑这一株菩提小幼苗，让大家能够共同成就慈悲、感恩、喜乐、善美的生命过程当中，互相的去增长、增上、增善。为期3个月亲子共学课程，和所有参加的大小学员拢收获满满。为课程当中学习到佛光山推行的三好观念。高兴啊，就带着我的小孙子一起来参加佛光小学堂。虽然说他还小，可是带他来哈，我觉得他变得更就是那成长很多，就是他变得比较活泼，然后他会喜欢交朋友。他虽然说他是小小的，可是他会去找大朋友们玩，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就变得比较不会怕生，然后他也很。就蛮大，就出外的时候就不会一直哭闹然后看到好多大哥哥大姐姐，他自己也玩得很开心。佛光山南台别院表示，后一个小菩萨学堂将伫咧9月2号开学，并伫咧每个月第1、第3个礼拜一暗时7点到8点半上课。欢迎各位家长踊跃带着家己的囡仔做伙来亲子共学。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在云底渐转好的天气，温度27度到32度，落雨几率有3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6级。感谢你收看7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